那跟前公司的就是事情，现在处理的还好。反正今天我就觉得活在当下，这个草莓沙瓦期间限定，大家要把握时间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很重要的事情，要跟大家宣布这件事情。草莓沙瓦，然后白色沙瓦，还有那个 Hello 优以秘密花园，在那个无聊咖啡厅，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2种口味的调酒。今天我觉得很开心啦，也谢谢品牌方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照顾 Hebe， 一直以来给他非常满满的支援。我出席你代言的商品的主持活动啊，我都会发现，厂商们都很尬毅力耶，就大家都在拼长寿的代言，就都在保干净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所以刚刚总经理有提到说，维 C 跟你今年的合作是迈向第几年？第8年。第8年了，一路发所以难怪啊，谢谢你的魅力，把我们推到了台湾销售市场的 No.1。谢谢大家跟我一样喜欢维最。对呀，这个8年，接下来应该总经理还会再有下一个8年吧？总经理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所以你不可以涨价哦。笑得尴尬啦，拍谁，提前伤感。没有，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太俗气了。是哦，我只负责喝维最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。这3个人酒量有没有谁比较好？我觉得现阶段好像是 Selina 略胜一筹我觉得，以前我都觉得好像是我稍微好一些，那我现在走维最路线，就是稍微舒服就可以了，他好像稍微比我厉害。那跟前公司的就是事情，现在处理的还好。反正今天我就觉得活在当下，这个草莓沙瓦期间限定，大家要把握时间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很重要的事情，要跟大家宣布这件事情。草莓沙瓦，然后白色沙瓦，还有那个 Hello 优以秘密花园，在那个无聊咖啡厅，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2种口味的调酒。那 Ella 前阵子有说就是比较心疼你的部分，对，就是好姐妹、好朋友，在人生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其实都会互相的理解、体谅，当然也会心疼彼此，然后开心的事情也会替彼此感到开心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